場嘅實況。唔好誤會，佢同大家開下玩笑啫。好啦，我諗佢冇咗咁耐，應該攰啦，不如俾佢休息下好嘛？需唔需要休息啊？睇嚟唔需要啊，精力充沛。我哋距離最高4米高嘅梅花樁仲有一半嘅路程。好，獅子繼續努力。其實呢隻獅王咧，佢有兩位成員喺入邊啦。最細嘅年紀只得14歲，最大嗰個只得16歲，應該仲細過你啩？有冇14歲啊？有冇啊？唔係隔離係你好似話。
邊個回合？好啦，上嚟先台，表晒我哋嘅副同事，幫大家將呢啲台放喺我哋店入邊嘅台位入邊，跟住喺店入邊就會生意興隆，店先步步高升。好啦，我哋嘅司事咧順利咁樣打完啲西樓地聲，跟住嚟啦，我哋一氣呵成咁樣為我哋起點，仲有一個高難度嘅動作。好啦，大家嘅相機要密切留意嗰邊咯喎，準備嚟3、2，個位置夠唔夠啊？俾後邊嘅市民注意安全，退後一步，退後一步，退後一步。好嘅，一陣到嘅獅王嘅成長分。辛苦晒，贏得大家好多嘅掌聲。好啦，呢個時候咧，我哋馬上隆重請出一位嘉賓為我哋唱今日展出嚟嘅致辭。我哋馬上有請樂福集團行政總裁私人助理黃之豪先生為我哋致辭，有請。各位東莞嘅朋友，大家好。想做一個民意嘅調查，支持林峰嘅請大力啲、大聲啲鼓掌同埋大聲嗌聲，得唔得？200%。想知道下支持六福珠寶嘅，亦都大聲啲、大力啲鼓掌同埋嗌聲，得唔得？聽到你哋咁熱烈，我先至開心啲。以為你淨係食住林峰，原來對我哋六福珠寶都一樣咁支持。好啦，今日適逢係2008年嘅國慶節，一個全國歡欣鼓舞嘅大好日子。今日係我哋祖國嘅生日，亦都係我哋身為中華兒女每一個人嘅生日，特別開心。我哋身為東莞人仲開心，因為從今日開始，本來25間而家變成